2026年3月11日，跟從耶穌分享馬可福音12章41至44節。各位，喺呢個社交媒體嘅年代，我哋身邊充滿咗各式各樣嘅分享，有人分享美食，有人分享成功故事，有人分享佢自己獨特嘅見解。但係好多時呢啲分享都係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因為我擁有並且我有餘，所以我同人分享。當我心情好，就容易分享快樂；當我經濟充裕，就比較容易施捨；當我覺得自己夠強壯，就會扶持軟弱嘅人。我哋習慣咗喺有餘嘅安全感裏邊去付出，好似穿住一件厚厚嘅保護衣，去擁抱別人，去服侍別人。外表睇嚟就好似係一種愛，但係有時其實係一種防禦，因為我哋仲係小心翼翼保留住最核心嘅自己。馬可福音12章裏邊，耶穌坐喺聖殿嘅銀庫對面，靜靜咁睇住大家點樣奉獻。好多有錢人投入好多嘅錢，耶穌知道嗰啲都係佢哋剩餘嘅入面攞出嚟，之後入嚟嘅係一位窮寡婦，佢只係投咗2個好細嘅銅錢，價值少到幾乎可以被忽略。但係耶穌居然咁講，呢個窮寡婦比所有嘅人投入嘅係更多。點解呢？因為眾人都係將有餘攞出嚟，但係呢個寡婦係將佢全部養生嘅都擺上。呢個唔單止係佢嘅生活費，簡直係代表佢成個嘅生命。一般人嘅給予，好多時候都係用自己累積咗嘅成就去展示自己，係一種權力式嘅分享。我有啊，所以我分啲俾你咯。但我依然係企喺高位上面，你仍然留喺你下面個位置。喺呢種分享裏邊，我哋保留咗安全感、控制權，亦都保留咗真實嘅軟弱，唔俾其他人睇到。但係呢位窮寡婦好震撼嘅地方係，唔在於佢嘅金額，而係佢願意打破去尋求安全感嘅本能。佢所做嘅正係現代人最恐懼嘅事，分享自己嘅缺乏。佢冇等到自己變好咗先至奉獻，佢係喺佢嘅貧窮、喺不足嘅裏邊，將自己投落去。呢個係佢徹底信得過，就算自己一無所有，喺上帝嘅愛裏邊，佢依然係被接納，係足夠嘅。原來耶穌最看重嘅唔係資源轉移，而係生命敞開。喺不足之中，仍然願意分享，係因為明白到上主唔係因為缺乏資源要你去貢獻出嚟啊，而係因為佢愛你，想你學習分享你自己。當我哋好似呢個窮寡婦一樣，將自己投入，徹底嘅醫治同連結就開始發生。耶穌基督同樣毫無保留咁向我哋分享自己，佢完全徹底嘅將生命同我哋分享，並冇將一點為自己去保留。因為真正嘅愛並唔係將有餘嘅分享俾人，
而係願意將生命去敞開。所以喺預苦期裏邊，當我哋默想耶穌嘅分享，挑戰我哋一直覺得自己唔夠好、唔夠屬靈、唔夠完全呢，我哋唔願意將自己分享俾上主，但係佢其實係喺度問緊你同我，係咪仲係喺度幻想緊有一日我變得夠好、夠屬靈、夠完整，先至肯將自己分享俾上主？耶穌反而喺度邀請你，就係喺你覺得唔夠好嘅位置上面，就係喺你覺得仲有好多缺陷嘅地方，將呢個真正嘅你分享俾佢嘅。我哋嘅分享唔係為咗證明自己有幾勁，影響力有幾大，而係用我哋微不足道嘅奉獻、真實嘅掙扎、好細心嘅信心。再錄過，我哋嘅分享唔係為咗證明自己有幾勁，影響力有幾大，而係用我哋微不足道嘅奉獻、真實嘅掙扎、好細小嘅信心，去見證一位愛我哋嘅主，點樣將呢個不足嘅裏邊建立起同佢一份真實嘅共融。就算睇落好似一無所有，但依然選擇將自己交託俾呢位神，並且向世界去敞開，呢個先至係福音裏邊真正嘅分享。默想反思：一，喺與上主與人嘅關係中，你正喺度小心翼翼保留緊啲乜嘢？二，計劃安排5至10分鐘，調校好你手機嘅響鬧，手中拿住2個銀幣，默想自己覺得最不足、難以與上主分享嘅事物，諗到呢啲嘅感受，思緒係點樣呢？當手機響鬧，靜待手機響咗之後，默默禱告：主啊，我唔再係等到夠好先至愛你，我而家就將我呢個不足嘅自己分享俾你，求你接納，求你使用，並且讓我喺你嘅愛中看得見呢個生命嘅價值。